你買咩啊？平喎，咁孝順，23歲啫所以喎。唔係幾啱我。假設啦，你中咗6合彩嘅話，你會點樣用？做咩笑咁開心啊？中六合彩喎，買樓咯。係 big house，平平地買棟樓，平平啲買棟樓唔平喎。點解會咁快有買樓嘅心態嘅？哇，好，23歲啫都喎。有錢啊嘛，即係同屋企人住嘛，好想有個自己嘅私人空間。會買個遊艇先，你反而唔係話買樓喎，你買遊艇嘅點解？因為遊艇自由啲咯，同埋可以睇海。我會去隱居呢個海邊或者啲樹林嘅位咯。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嘅？唔使對住咁多人咯，過翻啲原始生活。呢個好多人啊，但係係啊，所以唔係幾啱我。我應該會諗辦法設立一個盡量 sustainable 嘅 NGO 去救助流浪貓，但係要佢自己營運得到，即係唔可以就咁一嚿錢炸咗落去。佢要有一啲方式係有義工又有嘢賣，又即係佢要自己係盈利咁樣先至可以持續，都唔夠嘅其實，要好多嘅，所以嗰個只係種子嚟嘅咋，一定要一啲都唔夠啊！你常我都係攞啲自己用嘅，你買咩啊？你買咩用咩？自己健康，照顧我啲貓健康，照顧我識嘅好朋友嘅。哦報答父母，報答父母。哦，先俾阿爸阿媽，因為咁孝順點樣處理啊嘛，俾一嚿嘅錢俾阿哥去玩炒。哇！睇下佢哋想要幾多。如果要晒咧，要晒，俾都俾整啲俾我啦。你哋中咗6合彩又會點樣用咧？留言話俾我哋聽。